这个消防单位真积极咧推广，讲这个徛家都要来安火灾的警报器。消基会抽查市面上的警报器，有5款无合格，其中的4款拢是中国籍水货。 早卡未铺路，开始7年就靠警报器提醒阿嬷导火啊！马上通报消防局，才会使避免火度甲搁较猛。不过消基会调查市面上的警报器，发现有5件无合格，包括送进科技、验证科技、火验证书、米加和 General Purpose 的警报器无认证到案。除了送进科技，拢是中国做的。上恐怖的是，有的敏感度根本无合格。火灾发生的时候，它没有办法及时的透过警报系统来告知我们，那么就失去了我们设助警器的缘由了。一张纸，那个纸是他自己去贴他公司的名字，把我们公司的名字把它盖住了。 万一导火，等于是开家伙拢伫危险当中，尤其是中国4种警报器，拢伫虾皮独立卖主来卖。律师表示，家己找回来卖，嘛会使照法律来罚钱。消防法第39条规定，可以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。提醒，若是要买警报器，要认定有消防安全中心基金会，或者是中华民国的消防技术顾问基金会认证的大纸。合格厂商这2个网站嘛拢查有，一个警报器大部分价格拢伫1000块内底，等效型阁会使用到10年。千万唔通因为一时的方便，伫网络顶黑白买。万一厝内无细致导火，阁买到无效的警报器，要面对的恐惊就是更加恐怖的悲剧。